睡前故事第4話：當手機消失的那一天。喺一個繁忙嘅城市裏面，居民們嘅生活都係完全依賴手機，每個人都係低住頭忙住刷社交媒體，佢喺同一個空間裏感到孤獨。喺某一日，天空突然之間下咗一場好奇怪嘅雨，雨滴落之後，所有嘅手機都唔見咗，所有人都驚惶失措，四處尋找，但係咩都揾唔到。阿明係一位年輕嘅插畫師，佢嘅生活都被手機支配住。面對呢個突如其來嘅變故，佢決定唔再焦慮，而係走出家門，開始一場探索之旅。佢喺街上遇到一個小販，正忙住叫賣自家做嘅點心。小販熱情咁樣邀請阿明品嚐，阿明心一動，於是就停咗落嚟，同小販開始傾起偈啦。小販分享咗佢從細到大嘅故事，仲講述咗佢自己嘅夢想。呢樣嘢令到阿明感受到久違嘅連結，心中頓時暖洋洋。受到啟發嘅阿明決定舉辦一場活動，名為重拾連結。佢喺社區公佈欄貼上咗海報，號召大家一齊嚟參加。活動當日，居民都聚埋一齊，雖然一開始係有啲尷尬，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佢哋開始享受呢段冇手機嘅時光。大家都圍住坐埋一齊，分享各自嘅故事，唱歌、玩遊戲，仲進行咗一啲手工藝活動。人們重新發現咗彼此嘅存在，笑聲充滿住呢個成個社區。阿明睇到大家嘅笑容，心中都充滿咗一份成就感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位小女孩行過嚟，遞畀阿明一張畫。畫中係大家一齊快樂玩耍嘅場景，仲有一顆心形嘅太陽。阿明感到好感動，佢知道唔僅僅係一次嘅活動，而係一種新生活方式嘅開始。幾日之後，手機終於返嚟城市，但係呢一次居民冇再過度依賴佢，佢哋學會咗喺生活中揾到平衡，利用手機嚟增強人際嘅關係，而唔係取代面對面嘅交流。阿明嘅活動亦都成為咗每年一次嘅傳統，提醒大家要珍惜每一個與人相處嘅瞬間。呢個故事話畀我哋聽，當我哋放下手機，真正關注身邊嘅人時，先可以感受到生活嘅真正意義。希望你都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面揾到嗰啲珍貴嘅瞬間同埋連結。晚安。